为着要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，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吼，马上要来到咱哦台湾这城市，要来找找哦第二季这练喙火歌手。这段帮我加掉。你唔是讲咱 Q 这个剪辑师，Q 导演，Q 了名师，像 Q 这个评审长，我咧 Q 来 Q 去。我啉落真係奇怪，哦啊後手過來，我被講啥？Oh my god！ 我一件事，你是我的小妹，因為你甲看有尾啊，你就是真親像阮爸爸，就感動的。台灣人就介意甲艱苦的工作，但互原告就使做啦。若是講等下我的笑的恁無笑，恁就去欺負原告。哦，若是我的笑的恁笑啊，你嘛是伫笑原告人，你知無？你唔得扶可考考啊！是唔是安尼講？正是，我正是，哇！啊，你才14歲爾哦，正是咧，假期啦，14歲，來假好鄰啊！我阿媽因兜呢，住伫個，就住伫阮個隔壁莊爾呢。阿要去隔壁莊要安怎去咧？哦，你阿媽要互我喲。我看電影都會使講，迄阿骨拗學長，你會曉哦？哦，我真袂，你若無笑，我真會啦。來啊！上個禮拜吼，我哋個個車頂派去，車頂派去，我都乖去收啦，是要互阮學校啊其他的老師吼看袂到我的車尾頂。你想着。Talk 笑台語，關於練喙花。哥哥，啥物是困过卖讲我唔是话？碰過。嘿，我的囡仔，咧耍電花條，即陣耍電花條。你我知，可能吧？我哪知，我就對你說。这个节目呢，即马伫 YouTube 啦，叫做《短短台语台》。